是花樣男子，老師原是個校隊的優秀種子，來師只喜愛讀書，偏偏那兩早見晚見，每日着住同樣純白襯衣，浪漫史開場於相鄰的桌椅，不過二人不敢放肆。能成為密友，大概總帶着愛，但做對好兄弟又如此相愛，旁人會說不該，忘形時特各自有一面退開，任你很享受，卻怕講出來，兩眼即使移開轉開，心裏面也知這是愛。男子和男子怎能親密如此？老師難面對，卻跟他勾過手指，來師偏偏那樣痴。終於一次他撲過去，四目對望，然後除下襯衣，迷惑中的老師此時先自知，一向活當這好手足女子，能成為密友，大概總帶着愛，但做對好兄弟又如此相愛，旁人會說不該，純情何時會讓這悲劇揭開？他真的很意外，想起相識以來，一起溫雪逛街聽歌看海，日日也親昵如情侶，底牌終揭開，為何還害怕？若覺得這樣愛，常在計算他又是誰，可否愛？旁人哪個接受這種愛？明明絕配，犯眾爭辯放開，永遠的忍耐，永遠不出來，世界將依然不變改，只會讓更多罪名埋沒愛，好要像泥中那